Hello，大家好，我係華欣置業嘅偉哥。今日咧，主要嚟回答一個，即係啱啱頭兩日咧，有一個香港朋友一直咧，我有同佢傾一個解答嘅。佢話咧，佢話你好啊，偉哥，佢話我舊年咧就買到一個德威花園，初初咧就冇點去睇其他嘅樓盤啦。買咗之後咧，佢話我今年4月份咧就開始搞裝修，搞裝修咧。後尾有屋企人跟住過嚟睇，佢一個仔女咧一直未過嚟睇過嘅。一睇過之後咧，佢嘅仔女又跟佢嘅朋友其他去睇過大亞灣其他嘅樓盤，但係咧冇對比啊，冇傷害。一睇咧，佢就發覺嗰個德威花園咧事實太偏啦，佢感覺佢完全冇好比性。佢話佢而家好後悔。咁呢套房佢話問我可唔可以同佢賣出去啦？咁話呢個問題，你都啱啱裝修，你賣出去你點樣賣呢？你賣幾多錢呢？我話買養老就算數啦。我話自感覺而家晚黑有時翻去你都瞓唔着呢個話題，所以講嘅喺呢度咧，我都同大家講下。首先買樓咧，一定要自己嘅需求要多對比，多去睇，要多去了解。講真㗎，千祈唔好話買到後悔。事實德威花園嗰個地方係比較偏，但係佢價錢低，係咪先？佢都係有佢嘅優點。如果你話唔係一味去追求呢個價錢嘅話咧，講真㗎嚇，德威花園係唔適合你嘅。咁好啦，趁今次今日咧，我就有嚟同大家講清楚啦，千祈唔好話發覺自己入到坑咁樣。咁至乜做乜嘢？我一直去拍呢個樓盤，包括我呢個頻道同事。都係有13個熱門嘅樓盤呢，因為我可以好自信同你哋講，根據我咁多年嘅專業，作為我也係當地人，好負責任同你講，除咗13個樓盤，其他嘅樓盤你絕對係唔值得買嘅。因為點解？因為而家價單唔會話拉到非常之高，咁好嘅我肯定要選好嘅，一個交通配套，呢啲係最關鍵嘅。甚至係我知道上一排都有一個買到高景花園嘅，又係同我咁樣講，差唔多係咁嘅話題。我買都買到冇解嘅呢啲嘢，係咪先啊？所以講依家咧，我都同大家咧着重去介紹點解要去買我推薦呢啲樓盤，邊個地段嘅樓盤先好買。當然啦，有好多嘅頻道咧，經常嘅拍一啲甚至二手好平嘅，突然之間咧又係邊度搞個價單好低嘅。講真，嗰地方係唔適合你嘅，而唔係話你買唔起。而家有好似做上會嚟講，係嘛，做到幾萬蚊嘅首期10零蚊，對你香港人嚟講係濕碎嘅。但係冇必要係去執個撿嗰個便宜，永遠都係話一分錢一分貨。當然啦，好地段嘅地方，佢一樣佢有好低嘅價錢，只係你熟唔熟，即係話對呢個地方你唔了解。最關鍵就係你一定要自己定位先啱啦。係咪先啊？咁好啦而家咧我都嚟同大家講下，呢個咧就係航拍嘅一個咁嘅嗰個地圖嚇，可以見到呢個地方呢條黃線嚇，黃線呢邊係屬於深圳，呢一片係屬於大亞灣，呢邊咧就係屬於惠陽嘅淡水啦嚇，白雲山城淡水。咁如此可見咧，我哋嚟同大家咧好詳細去分析佢。咁依家嚟講，你港人朋友過來，無非我上次講到嘅就係3個選擇。第一個選擇呢，就係14號線嘅地鐵，地鐵14號線地鐵喺邊個位置啊？呢個位置呢部分係屬於深圳嘅嚇，14號線地鐵附近。第二個呢，西湖七行，西湖七行嚟講，佢路線班次最多嘅比較闊躍嘅係邊個位置呢？佢就係叫大亞灣嘅中心區行呢個位置。然後呢，仲有比亞迪商圈嘅一條線路呢個位置，呢個咧就係西湖七行，呢個咧就係地鐵口，仲有一個咧就係惠陽嘅高鐵站啦嚇。惠陽高鐵站係邊個位置啊？就係呢個位置啦嚇。好啦，西湖七行佢有2條線路嚇，呢個係高鐵站，呢個係地鐵站。通常嚟講都係揀呢啲附近嘅，如果其他嘅咧太過偏嘅，好似呢邊，仲有特別係淡水呢啲位置，之前其實都係唔適合嘅。嗰邊嚟講，講真嘅嚇，佢就係沙田地鐵口嘅去嘅公交巴士都好少嘅，有去咧，
去到呢啲老城去繞嚟繞去，距離雖然話唔算係好遠，你8公里，其實你坐過嗰個公交巴士都去到差唔多40分鐘，成個鐘嘅。咁成個鐘我啲香港都翻到已經來到大亞灣啦，係咪先啊？所以講呢個地方，我一直去講嘅一定要買啱，我話買咗之後後悔，發覺咧買之後入咗坑啦。所以作為一個有責任心嘅人嚟講咧，帶你買樓，我會全部分析俾你聽，而且咧我周邊嘅配套一直都會帶你去睇。咁好啦，咁講翻地鐵、高鐵仲係巴士西湖出行呢度嚟講，咁到底選擇邊個咧？係咪先？咁我講噶啦，坐地鐵就最慳成本嘅，但係要時間，可能咧你要轉車就可能麻煩少少，因為你從香港出咗海關之後咧，你到14號線沙田站咧，你要轉3到4次地鐵，要咁樣轉嘅，要轉嘅。所以講呢個咧就有少少繁瑣，但係咧60歲以上係免費，同你講免費。但係西湖出行咧，一上車就唔使轉車嘅，一站上車落車就到海關，20蚊雞。高鐵嘅話咧一樣，你如果話香港西九附近嘅咧，你可以直接坐高鐵，但係咧偏高100蚊，1個鐘就可以到個惠陽站啦。但係我之前有同大家講過嘅一個 tips 俾大家嘅就係，你一樣可以深圳過關，過咗坐幾個站嘅地鐵，坐到深圳北站咧，再坐高鐵到呢個嘅話咧，先係20蚊雞一樣，坐高鐵20蚊雞。咁時間咧就係慢咗少少，呢個就係高鐵。咁好啦，而家我就從地鐵一直嚟講翻，從大亞灣到高鐵呢個地方嚇，即係我哋諗住去推薦值得你去買嘅一啲樓盤。好啦，呢個咧就係沙田地鐵口，呢個地方咧就係叫坑子地鐵口，有2個地鐵站嘅。大家知道嚇，呢2個樓盤咧，2個地鐵站咧對標有2個樓盤嚇。一個咧就大華悅庭喺呢個位置啦，悅庭咧就係用呢個坑子地鐵口過去比較近。呢個咧沙田地鐵口最近嘅咧就呢個位置啦嚇，就係呢個叫做木環左岸喺呢個位置。呢個咧就係最地鐵口最近嘅樓盤啦。有最近嘅樓盤，佢呢度就屬於惠陽秋長白石片區。2個樓盤目前都係大裝修，但係咧大華悅庭咧佢係騎樓，戶型咧到靚啊，75平3房，仲有一個咧86平係做3房2廁嘅，仲有101平嘅係大橫廳嘅4房，使用率都 OK， 佢裝修標準亦都係好高，所以佢咧可以做到2-3萬蚊嘅首期，同埋12件嘅大家電，然後咧就送埋產權嘅車位俾你。呢個咧華悅庭，大華悅庭咧佢話可以享受雙城生活。啱啱坑子地鐵口呢度咧，佢有3大商業喺度嘅嚇。有一個金田購物廣場，一個盈轉會商業，仲有一個咧旅人世界，仲有一個咧叫橫富商業廣場，集中喺度嚇。佢就地鐵口邊上呢度，仲有好大嘅一個菜市場。當然啦，大華悅庭周邊咧都係有好多嘅嗰個商場，但係咧唔算係好大型，都夠多噶。包括咧有市場、唐井市場等等，大潤發好友多都係有嘅，紅義百貨都喺度。集中喺度，但係周邊嘅環境有啲劣，所以呢個咧就係為咗地鐵來嘅。第二個木環左岸呢個一樣，佢沙田站過去非常近。我上一期視頻應該大家有睇過木環左岸，沙田站自己揸車過去6分鐘啊可以到，真正去到佢樓盤呢度。木環左岸依家咧發展商又喺大裝修啦，係咪先？有送埋全屋家私電器俾你啊，係咪咁講啊？一樣可以做到低首期。有呢個咧就係現樓啊嚇。係現樓，當然啦，佢戶型同80幾平方嘅3房一直到4房都係有嘅，最大咧138平方，咪先啊？好似有個97平方嘅做到幾多？3房南北通透嘅，110幾咧做到4房南北通透嘅，戶型都唔錯。咁佢嘅價單嚟講咧，2個嚇，呢個都係大概都係最低咧8000零到9000零蚊，通常都係9000零蚊為止嘅，帶埋裝修。呢個大華悅庭咧，都係1萬蚊左右，低嘅咧9700、9800，高嘅10500左右，就係咁樣。所以咧呢2個樓盤，我又推薦呢2個樓盤地鐵口嘅最近嘅，好似呢2個樓盤。好啦，
咁大亞灣有冇話比較近地鐵口嘅咧？佢亦都係有嚇。大亞灣嘅地鐵口咧，就係一個叫華發天潤自在城啊，就呢個位置嚇。依家咧，因為呢條一路龍海一路咧，佢嘅車軌係咁樣，呢度咧門口都有巴士到沙田地鐵口呢度過，一直咁樣過嚟，睇到未啊？呢條係龍海一路過咗之類咧，嗱呢度一直過嚟就係比較近嘅。呢度咧，因為龍海一路咧兩邊嘅樓盤個站點比較少，一過嚟都好快。大概咧上次我有做過測過，大概係13分鐘啊可以到，自己揸車嚇13分鐘可以到呢個沙田地鐵口。呢個就係華發天潤自在城，華發好多港人中意嘅。頭2個月睇攞到銷冠嘅，因為點解佢係使用率最高，即係佢可以達到100%嘅使用率，裝修也唔錯。而家第3期嘅小區整體嘅園林裝修大門全部升咗級嘅，不過佢嘅裝修標準都係唔同，比較新式，即係比較多港人朋友比較中意嘅。呢個就係華發天潤自在城。咁仲有一個咧，嗱呢個位置咧，佢有一個係乜樓盤咧？一講嘅就係呢個，佢就叫做金沙豪逸花園。佢就呢個地方有好多公交巴士，佢就嚇咁樣來咁樣走嘅一樣。呢個地方佢係屬於靠近沙田地鐵口，都係比較近嘅。包括呢度啊，朗詩綠苑，係咪先？佢兩個挨埋一齊嘅。呢個咧仲係一個卓越蔚藍海岸啦。其實呢幾個樓盤咧，可以佢又去沙田地鐵口，因為佢自己家門口就有公交巴士去到沙田地鐵口，就唔需要話轉車2蚊雞就可以到沙田嘅啦。呢個咧就係大亞灣嘅林森。咁好啦，講到以地鐵口為中心，其他樓盤講真嘅嚇，唔好去考慮啊。樓盤係非常多，因為點解？第一，佢性價比冇，價錢嚟講又係偏高。第二個咧，個小區嘅品質都係當地一啲發展商咧，佢做到嗰個品質唔靚嘅，花園啊、外立面啊、戶型都唔係好靚，包括佢嘅物業都係比較差嘅。所以講其他咧，你冇去睇，如果有我可以全部資料俾你都得。但係嗰樓盤你有過來睇過之後對比到，你絕對唔會話去中意其他嘅樓盤嘅。呢個咧就係呢幾個樓盤啦。當然呢條視頻你一定要收藏啊，可能咁樣咧睇你可能你要一下你睇得唔明白，你係重新去睇，你收藏起來，同時咧同我點個 like， 唔該晒嚇。咁好啦，講到呢個咧就係條地鐵口嘅物業啦。咁好啦，就講翻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城市面貌最靚、商業最發達，咁喺邊個位置咧？咁無非就係叫萬達商圈。咁萬達商圈係邊個位置咧？嗱，首先呢個地方咧，呢個地方咧，佢就係叫做泰豐木馬湖，可以見到，因為佢萬達廣場喺度，呢個益田假日廣場，仲有一個咧，呢個係吳越廣場，呢三大大灣最大3大商圈都喺度。呢個咧就係叫泰豐木馬湖咧，呢個咧有一個叫做嗰個大愛城同埋嗰個城央印象啊，城央印象。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叫3大商圈環繞嘅。當然啦，佢呢度咧嗱，呢條龍海2路呢度咧有直達嘅公交巴士可以直達一直到沙田嘅地鐵口一樣，但係佢就會遠少少。但係咧佢嘅商業一個益田假日廣場，一個萬達廣場，一個吳越廣場，3大商圈環繞喺呢度。咁就係泰豐木馬湖同埋咧嗰個叫做城央印象啦。呢2個樓盤就係萬達商圈嘅，佢嘅戶型嚟講都算係 OK， 但係咧泰豐木馬湖相對戶型就比較差啲。依家咧買緊最細嘅106整套冇幾套噶啦，只係109嘅4房，冇其他戶型啦嚇。再大嘅都賣晒，再細嘅都冇。但係佢呢個小區非常之大㗎，我拍過好多視頻，你應該都有睇過，有湖裏面嘅園林、立體園林等等。關鍵佢嘅就係萬達廣場好近。仲有一個咧就係嗰個頭先講嘅個裝修非常之靚嘅就係城央印象啊，有得升到級。後面咧佢就吳越廣場啦。當然佢去萬達去益田假日廣場都係比較近嘅。咁好啦，講到呢個咧，啱啱咧就呢個就係嗰個萬達商圈嘅。咁好啦，而家咧就講翻西湖出行嘅，就好方便嘅，即係話相當於自己家門口都可以坐巴士到深圳嘅蓮塘口岸同埋嗰個羅湖口岸嘅，
就係大灣嘅中山區，呢個地方叫中山區嘅配套，我又講咗好多次啦，合拍到好多視頻，尤其係三華連廣場，佢有大灣嘅區政府、紅樹林濕地公園、惠民廣場、體育館、紅樹林濕地公園等等啊，虎頭山公園，仲有咧後面仲有個惠雅醫院，3甲級嘅，乜嘢都有，佢所有機關單位乜嘢，甚至咧。檢察院啦、法院、海關、稅務局、房管局全部集中喺度，而且咧佢嘅商業頭先講到佢就後面有一個好友多麥當勞樓盤嘅對面咧有一個金沙街仔入嚟一個大潤發，仲有岩泉嘅菜市場，全部都有埋喺度。公園有大把，佢嘅特別佢價單下7000零蚊大裝修，7000零蚊大裝修。之前有現樓，但係而家咧冇啦，賣晒啦，整低期樓。但係呢都快明年交樓，呢個就係三華連廣場中山區。最關鍵就係佢乜嘢咧？佢嘅交通，佢遲早西湖出行咧，仲有一個叫啟岸巴士、愛山巴士，全部集中喺度嘅，都係佢門口嘅。所以從朝早6點幾開始到晚黑嘅11點、10點幾，佢都係有車草嘅。所以講咧，呢個咧就係佢嘅交通。當然啦，佢呢度咧。喺呢度嚟到澳頭呢度咧好近嘅話，3.5公里嚟到海邊，食海鮮買海鮮，濱海公園海邊玩，甚至綠道踩單車，全部都係好方便嘅。呢個就係三華連廣場，佢就係佢嘅交通就愛山巴士同3甲醫院就係佢嘅後面。咁好啦，而家就講翻，仲另外一個咧就係西湖出行嘅線路咧，就係比亞迪商圈。大家知道啊，有一個叫博南騰瑞，有一個龍園華府。仲有一個咧就係嗰個華潤潤溪花園，3個樓盤。華潤潤溪價嚟講買到差唔多冇啦，價單又比較貴，唔建議嚇。依家10000幾、11000，華潤潤溪花園，而且咧得翻冇幾套噶啦，要等到第2期開盤，到時唔知邊個去到咁嘅價錢都唔知道啦。咁咧呢個個龍園華府嘅現樓最低大裝修去到8000幾都有，搞特價。佢後面咧有一個板樟嶺公園。前面咧就一條商業街成公里咁長咧，6個大商場都喺度嘅，包括世紀城啊、東盛、京華，仲有嗰個茶山商業廣場，仲有新會城，好有多，全部一條街都喺度。當然啦，呢個博南騰瑞亦都係樓下都可以行嗰個行商場，可以咁講。所以講你呢度咧就比亞迪繁華嘅商圈。咁佢嘅價單咧而家嚟講8000幾到9000幾，帶埋裝修咗係現樓。好似博南騰瑞同埋呢個龍園華府都係現樓喎，咁佢嘅戶型咧都有去到70幾平方做到3房嘅嚇，就係嗰個叫博南騰瑞。當然啦，龍園華府有80幾平方做到3房2廚，戶型都好易嘅。呢個咧就係比亞迪商圈。咁好啦，講到呢個咧，我就而家再嚟講翻一個惠陽高鐵站。惠陽高鐵站咧。大家都知道嚇，有一個香港嘅西九可以直接坐票到惠陽高鐵站落車100蚊嘅飛。接落嚟咧，佢仲有一條咧，佢叫做三汕高鐵啦。三汕高鐵咧，佢從深圳嘅西麗出發，西麗佢又經過邊度？有羅湖嘅羅湖北有一個站點。羅湖北咁樣，羅湖出咗關之後咧，可以坐一下地鐵啊，一個站點做羅湖北。到時羅湖北咧。坐車到惠陽高鐵站，你知道幾長時間嘛？好誇張嘅嚇，可能到時1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最多係12分鐘。因為佢呢條咧叫超級高鐵，350時速嘅1個鐘，目前係全國最快一個高鐵。而且咧佢係當地鐵開嘅，幾分鐘一趟，幾分鐘一趟。因為點解？因為佢呢個三汕高鐵係從深圳西麗一直到汕尾嘅三汕合作區。呢個地方合作區就係叫做深圳，都係屬於深圳嘅嚇。個身份證、車牌乜嘢都係屬於深圳，所以佢好多咧要車要通勤兩個地方。啱啱佢惠陽有設咗一個站點喺度，所以到時咧呢個係變成交通樞紐，一個下三高鐵嘅站點，一個三汕高鐵嘅站點。當時規劃呢條綠色嘅呢條14號線嘅延長線，到時延長線變成有喺呢度，仲有一條咧。到時咧叫做咩叫惠大鐵路，都係大灣有一條鐵路咧，小火車一直到惠城區嘅，有係經過呢度嘅。所以到時咧佢係上次一個視頻有講過下，佢一個交通樞紐站，目前嘅第1期投資幾10個億已經開始建㗎啦。
建緊噶啦。到時一建好咧，就係現而家嘅惠陽高鐵站嘅4-5倍咁大嘅啦嚇。4-5倍大之後，佢仲有佢嘅商業綜合體，仲有酒店等等，仲有地下停車場，仲有嗰個步行商業，好大嘅。咁呢個咧講到就係一個星河單體啦，冇錯啦。因為好多港人朋友都好中意個星河單體，因為佢高鐵好近。咁講翻個高鐵喎，佢小區大咧，佢一車入到一個叫愛山巴士，就係佢樓盤呢度，喺度可以上車，佢可以坐上去直達到深圳嘅羅湖同埋蓮塘口岸嘅，亦都係20蚊加1個鐘可以到達愛山巴士。咁除咗高鐵啦，仲有巴士，佢同西湖七行係一樣嘅，時間係差唔多，都係20蚊雞嘅。所以咁多人中意呢個星河單體。但目前星河單體價單咧，比其他嘅樓盤都要高。之前一直講佢做乜嘢高，佢惠陽大豪宅，佢點樣豪法，就係佢嘅配套同埋佢周邊配套、自身嘅配套非常強。如果對呢個樓盤有興趣，一樣可以睇我呢個頻道去睇偉哥嘅星河單體嘅講解。OK， 呢個咧就係高鐵啊，高鐵。咁好啦，而家我嚟總結一下。咁首先咧有啲乜樓盤？首先就係地鐵口附近嘅，就係大華悅庭同埋木雲左岸，呢個最快，用地鐵口都係10分鐘，甚至坐公交車都係10分鐘左右可以到達嘅地方嚇。呢兩個樓盤。咁啊，除咗之外咧就講翻灣嘅，大灣咧一樣係臨近深圳嘅，先臨深嘅，就係呢一個華發天潤自在城同埋咧朗詩綠苑啦，呢兩個樓盤。門口有公交巴士，可以到沙田地鐵口10零分鐘。仲有一個咧就係呢個乜嘢，就係叫做金沙豪益一樣，門口有巴士可以直達沙田地鐵口。呢個咧想買地鐵口物業，可以呢幾個樓盤。咁好啦，咁仲又話我有要配套一定要配套要好嘅，你可以選擇萬達商圈嘅泰福姆馬湖同埋城央印象啊。佢隔離仲有一個細樓盤咧。佢就係叫做環水佳苑嚇，就係呢個位置嚇。環水佳苑同埋嗰個城央印象有黐埋一齊嘅，呢個都係享受3大商圈。當然嚇，個地方都有巴士可以到沙田地鐵口，但係佢嘅時間會長少少啊。咁好啦，咁我又要現前我要走西湖七行嘅班次有要多嘅，呢個方便嘅，價錢有要 OK， 配套有要 OK 嘅。咁好啦，可以選擇中心區大灣嘅三華連廣場，平靚正平，就係佢先7000蚊到7000零蚊大裝修，靚，周邊所有嘅配套都非常之齊全，小區又大正，就係因為佢戶型。你話買到大宏天加南北通，我要雙龍鋪資，我要2 lift 3房，豪宅品質，呢度可以選擇呢個三華連。咁好啦，我仲有一個繁華嘅商圈，比亞迪，我要食盡好多嘅美食，我要最熱鬧嘅，我好中意行街嘅乜嘢，可以選擇比亞迪商圈。兩個樓即係龍源華府同埋博南騰水都係現樓嚟嘅，竟然都係賣到好貴嘅，18000蚊冇批，17000、18000。依家嚟講8000零蚊起，8000零、9000零就可以買到兩個樓盤啦。首期嘅話咧都可以低首期上會嘅，可以博南騰水5、6萬蚊首期就得噶啦。龍源華府咧，亦都而家咧都可以做到7、8萬蚊嘅首期。咁好啦，講翻啦，頭先咧差啲有鬧到一個樓盤，又係比較平嘅。呢個位置咧喺邊個？佢就係嗰個叫做粵海一貴府啦。粵海一貴府喺邊個位置咧？就係呢個位置，呢條叫嘉茂大道下。佢呢個咧一樣，佢嚟到澳頭都好近啊！佢係國企開發嘅，佢戶型又好靚嘅，78平方啊，3房啊，88平方3房南北通透，89平方，型又比較靚。呢個咧就係6000零蚊左右，送裝修款俾你啊！呢個價錢咧，因為佢即有勢，所以佢嘅總價唔高。你上會嘅話，按揭你一樣，佢嘅月供又係好大嘅。呢個咧就係叫粵海一貴府啦，咁啦吓，唔知邊個睇唔睇得明？呢度睇下。首先咧，我嚟重新同大家再去睇下，係咪有啲花再嚟講解下。我從西到東下，西面係靠近深圳嘅，一邊全部係深圳嘅吓。呢條黃線呢度，呢條咧分界線咧
呢度個咧就係惠大亞灣同埋惠陽嘅交界啦嚇。惠陽我值得推，而家目前嚟講咧，就係一個星河單體嘅個惠陽高鐵站，同埋惠陽嘅白色片區嘅大華悅庭，同埋呢個木環組岸，其他咧全部都係大亞灣。大亞灣咧有南山嘅，仲有咧萬達商圈嘅、比亞迪商圈嘅大亞灣中心區嘅，仲有一個係澳頭。澳頭呢個咧佢又唔完全唔係到海邊嘅嚇，呢個以海一貴婦，其實佢咧同中國有中心區隔一條河嘅啫。呢個咧就係我哋要同大家介紹，千祈咧買樓盤咧要衝住幾個點，呢啲樓盤呢個地段過嚟，佢唔係嘅話咧，講真嘅，分分鐘買咗之後就後悔嘅，分分鐘後悔嘅。其他樓盤唔係好建議，當然嚇每個人有每個人選擇嘅標準唔同，好似惠陽嘅天安龍城。當時價錢買得咁高，有一我知道一部港人朋友中意，佢中意話佢下嗰個河景嗰個河景，你個商業係幾繁華，但係佢交通咧係比較唔方便嘅。咁如果你話我住喺呢度，平時一年我都翻唔到幾次香港嘅，咁可以選擇呢啲地方，可以選擇嘅地方。但係咧仲有一個咧，佢一樣，佢價錢係比較高嘅，唔知你接唔接受得到？所以講我亦都唔係好推薦。但係你中意話。如果話你玩到偉哥之後，我會問你嘅。如果你話好注重呢啲豪景嘅、有商業嘅、價單可以接受，我會推薦呢個樓盤俾你。咁好啦，首先我同大家講嘅嚇，價比交通有方便高嘅，價錢又唔會咁高嘅，周邊嘅配套有滿足得到嘅。三華連7000零蚊大裝修，配套乜配套有交通西湖出行好方便，仲有二海一貴婦都係 OK 嘅。如果你話我真係中意嗰個繁華好富，可以好似香港旺角咁樣，我要好繁華嗰啲商業，咁就係比亞迪商圈，佢有公園，唔過8000零蚊到9000零蚊大裝修，又係現樓，唔使驚話騎樓買到驚爛尾啊乜嘢，佢交通又非常之方便，係咪先？咁你又話我完全要周邊靚，我又係大商業我就係最大嘅商業咁萬達商圈，咁就可以睇豐湖馬湖同埋個環水佳苑。呢兩個你可以去選嘅，咁仲有我要買豪宅，我要買裏面嘅配套，大小區裏面乜嘢都有，星河單體就係呢幾個樓盤咧。當然嚇，仲有好多嘅樓盤要去講咧。講真嘅嚇，個個樓盤我去講解講清楚俾佢，我企喺呢度可能2日我講唔晒，好似零零散散嘅有啲突然之間有舊現樓出嚟嗰啲嗰啲地方下底講真嘅，買包煙都唔知去邊度嘅。所以講呢啲地方你就千祈唔可以諗，價錢再平都唔可以諗，佢都唔會平到邊度去嘅，唔通發展商送俾你咩？係咪先？依家你就6、7千蚊嘅價單，發展商都冇錢賺，都食本。好啦，呢條視頻咧我就分享呢度。當然啦嚇，你如果仲想深一步了解嘅咧，可以加偉哥視頻上方嘅 WhatsApp 同埋微信嘅一樣。等下咧我就會有啲比較熱門嘅樓盤咧，我會評論區下底嗰度咧。掛連接爬上去，到時咧，反正你唔明白你就問我就得噶啦，我會清清楚楚話俾你知。你現時最好咧可以講出你嘅需求，我要去到點嘅價位，我最注重嘅係乜配套，比如講係商業仲係醫療，仲係交通你話俾我知。仲有一個你最中意點樣嘅戶型，話俾偉哥知，偉哥會一一同你去講解匹配俾你。咁好啦，記得睇完視頻再同我點個 like。唔該晒嚇，好啦，今期視頻介紹到呢度下期見，拜拜。